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artin 黃志軒。大家好，我係 Kenji 范琪哲。好開心啊，可以同大家宣布我哋再開 fans meeting 啦。冇錯 ，Kenji and Martin Fan Meeting 2026 in Hong Kong 將會喺2026年2月14號夜晚7點鐘，觀塘 The Wave 8樓同大家見面。Martin 啊，你記唔記得上次 Fan Meeting 係幾時搞？梗係記得啦，講話咁開心，不過已經1年前嘅事啦喎。嗱，我哋舊年就成日唔喺香港做嘢，所以我成日都好掛住大家噶。所以我哋特登預留咗情人節呢個晚上同大家度過嘅。嗱，我哋準備咗好多精彩環節俾大家，希望到時大家一齊 enjoy 啦。誠邀大家2026年2月14號夜晚7點鐘，觀塘 The Wave 8樓同大家見面啦。到時見，到時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enji 范琪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artin 黃志軒。Kenji and Martin Fan Meeting 2026 in Hong Kong 會喺今年嘅2月14號晚上7點鐘，觀塘 The Wave 8樓同大家見面。我哋特別揀咗喺情人節呢個晚上留俾最重要嘅你哋，希望可以創造一個屬於我哋之間嘅甜蜜嘅日子。係啊，因為知道大家咧一直以嚟喺背後默默支持我哋，所以今年揀咗個咁特別嘅日子陪住大家，回饋大家。所以咧，我哋準備咗好多唔少精彩嘅環節，仲有啲驚喜俾大家添㗎。就係咧，講到明係 surprise 咧，就唔方便透露咁多住嘅。不過我寫包單一定唔會令你哋失望。係啦，講到明情人節，梗係希望大家會有開心嘅回憶帶翻屋企㗎啦，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錯過。冇錯過啊！記得係今年嘅2月14號夜晚7點鐘，觀塘 The Wave 8樓等你哋，到時見。到時見。